18日下晡，安南区草湖寮大田宫就参像是游乐园同款的烦恼，因为现场除了有气电乐园、泡泡秀、纸台以外，还有冰淇淋、弹珠球等等的单位，让大人轻松、囡仔欢喜，伫遮度过一个周末假期。林委林俊宪表示，台南是一个好生活所在，不只是文化首都、科技新城，嘛要打造台南成为亲子悠游生活的好所在。咱台南是足好生活的所在。我们应该打造一个让台南文化的首都、科技的新城，另外要成为最适合亲子悠游生活的地方。议员蔡立青也表示，伫每一个年节率先举办公益活动，关怀弱势，让大家拢会当感觉到年节气氛，是安南上清公益平台一直以来的坚持。嘛，也感谢米兰时尚发型、永健保健团队协助掠人甲义诊工课。和长辈拢非常的欢喜。蔡立青表示，随着公益平台建立，嘛有愈来愈多公益团体、爱心企业加入支持，才会当让每一次活动愈来愈盛大、愈来愈成功，真正照顾到地方需要帮助的人。台南新闻张秀仪采访报道。